喺非洲嘅草原上，夏天嘅黃昏，太陽漸漸低落去，天邊染上咗金黃色。大象爸爸係呢一帶嘅大象群首領，佢帶領住一群大象四處尋找食物。大象爸爸非常愛護佢嘅家人，總係小心翼翼咁保護住象群，免受其他動物嘅攻擊。有一日，小象因為睇到草原上嘅小鳥們喺飛翔，心入邊充滿咗好奇。小鳥們叫小象嚟同我哋一齊玩啦。小象高興咁答應咗，於是佢跟住小鳥們跑得好遠，完全忘記咗時間。傍晚時分，大象爸爸帶領象群準備移動到安全嘅地方休息。當佢哋開始集合嘅時候，卻發現小象唔見咗。成個象群都好擔心，佢哋用鼻子呼喚小象嘅名，但係冇回應。大象爸爸心急如焚，佢決定去揾小象。首先，佢經過草原，詢問正係食草嘅斑馬：你哋見過小象嗎？斑馬搖搖頭，話冇，我哋冇睇到小象。跟住大象爸爸嚟到河邊，問河馬：你見到小象嗎？河馬亦都搖頭，話對唔住，我冇睇到佢。大象爸爸繼續尋找，經過高高嘅樹林，問長頸鹿：你見過小象嗎？長頸鹿低下頭，回答：我冇睇到小象，但係我聽到咗小鳥嘅叫聲，或許你可以去嗰邊睇下。大象爸爸感謝咗長頸鹿，然後朝住小鳥嘅方向走去。當佢走到一個巨大嘅鳥巢嘅時候，發現小象正安靜咁瞓喺入邊。原來小象跟住小鳥們玩得太攰啦，無法返去象群。大鳥嘅媽媽睇到大象爸爸，輕聲話：你嘅小象喺度休息，我會好好照顧佢。大象爸爸感激咁話：多謝你，大鳥媽媽。然後佢用鼻輕輕咁將熟睡嘅小象捲起嚟，輕輕咁放到自己嘅背上。最後，大象爸爸帶住小象返去象群嘅安全休息地，俾小象好好瞓覺。當小象醒嚟嘅時候，睇到爸爸喺旁邊，心入邊感到無比幸福。